你手機入邊嘅每一張自拍，背後其實都有 CNN 幫緊你手㗎。CNN 全名係卷積神經網絡，佢絕對係處理圖像嘅超級專家。佢嘅核心係卷積操作，即係用一個小濾波器喺張相上面滑動，每到一個位就會計數，就好似用放大鏡一小塊一小塊咁檢查幅畫。唔同嘅濾波器會負責揾唔同嘅特質。例如邊緣、紋理同顏色變化，經過多層卷積疊加，就可以將簡單嘅特質組合做複雜嘅圖案啦。之後仲有磁化層，佢會將特質圖縮細，抽走多餘嘅細節，咁樣做可以保留最重要嘅資訊，同時大大減少電腦嘅計算量。2012年，AlexNet 用 CNN 贏咗比賽，直接引爆深度學習革命。依家 CNN 已經廣泛用喺圖像分類，甚至係手機嘅人臉辨識度，喺醫療影像分析同埋自動駕駛汽車入面，都一定會見到佢嘅身影。可以話 CNN 就係現代電腦視覺嘅最強基石，真係好犀利㗎。